像迄种发生火灾吼，对着气体要安怎剪断安怎，这应该病院嘛爱有即个平常时的训练，才有通来做即个安全防范啊。对啊，这我会关心即个问题，就是讲即个气体的管这公路真乱，啊，这是历史工业吼，歹势，爱讲一遍。啊，古早拢黑白装啊，即马就变做讲爱搁一条一条互照规矩来，啊，装逆止滑，啊，你靠我都紧急状况去关。我通过小人员咧讲，因为你爆炸一摆，即个是真一道了，其实有可能会搁第二道、第三道。哦，所以讲入去时阵，你爱先甲即个所在控制，讲无搁第二道啊，啊，你开当讲散伙，无人知影无保证的啦，系无保证的，所以讲因咧开始入去时都要真注意。啊，当然对这震波啦吼，你若拍地创啥是有保护的作用。哦，所以讲若炮弹创啥，咱拢是用步前进嘛。哦，这除了子弹了，这个震波较袂去伤害身体，这还是有一部分的道理啦。啊，挥散的物品原来较会当动。啊，这是因为踮即个乐区，因咧都有基本的训练。但是小讲咱伫机构内底，咱家己都要一个概念，就是讲你得要先踮安全的地区，啊，先给它控制，啊，开当救人。啊，若无你入去，敢若加死一个人了。啊，那是咱家己受伤咧，咱家己受伤，咱知影讲哦，可能在老血啊，可能在创啥，咱会当家己先创啥物代志？譬如讲，哇，那这手这主动脉，这已经开始啊，这要安怎？这即马就是即个，我是讲大概，那震波真强，你已经几天啦，所以讲你唔免烦恼吼，对不做去啊，你得迄个。但是一般来讲，烧烫伤，甲是讲即个挫伤，这是有法度自救。我大爱出血，你用止血带啦，甲是讲止血点、止血环，你甲即个出血先甲控制掉咧。啊，另外。这个烧伤也一般用咧讲烧伤吼，这个。所以阿爸你嘛爱去学呢吼。对啦，这其实是一般民众大家都爱，这对家己的身体家己要负责的。是啊，系啊，这应该来甲赵医师学，赵医师应该有平常时的训练，因为你一直头仔讲了3摆，讲这剑伤吼，战争的伤啊，咱搁有开这个相关的课程，有民间的协会咧处理这代志无？我了解足侪拢有咧开始咧教。啊，我是讲，你也毋讲小镇啊，咱其实一般的意外事故，其实对你家己有帮助嘛。对，像这个代志，就是有对有帮助。